黄晓明稳坐一线男星多年，是内地最具代表性的男演员之一，很多人都忘了，他曾经是从电视圈发展到电影圈的。你知道黄晓明演过什么电视剧吗？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黄晓明最火的10部电视剧，如《大汉天子》《神雕侠侣》《琅琊榜之风起长林》《鬓边不是海棠红》《新上海滩》《金钟岳飞龙票》等。一起来看看吧。黄晓明10大经典电视剧。一、大汉天子。黄晓明电视剧排行中，《大汉天子》是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他在剧中饰演少不经事的汉武帝刘彻，剧中讲述了汉武帝刘彻在年轻时依靠东方朔和太子党排除窦太后等后宫势力，并奋发图强，内平叛乱，北盛匈奴结束了只靠和亲维持屈辱和平的70年汉朝历史，把汉朝推向最强盛的疯癫的故事。二、神雕侠侣。神雕侠侣是黄晓明最火的电视剧之一，该剧不仅有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青春靓丽的明星阵容，武术指导们让每一场打斗都做得不曾雷同，紧张刺激，看的人是目不暇接。三、琅琊榜之风起长林。黄晓明主演的电视剧中，《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无疑是最被低估的作品。该剧讲述了战功显赫的长林王府深陷阴谋漩涡，在亲人的离去和他人的陷害中逐渐成长的萧平经解决大梁危机的故事。本剧提名了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奖。黄晓明在剧中饰演长林王府世子萧平章，他性情刚柔并济，行事沉稳，内有家门外遇强敌，上安君命，下辅家事，是长林王府的顶梁柱。该剧从阵容到剧情都非常优秀，但因为《琅琊榜》1珠玉在前而经常被遗忘。四、鬓边不是海棠红。鬓边不是海棠红是近年来黄晓明电视剧作品中的口碑佳作。该剧改编自水如天的同名网络小说，讲述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一代天才京剧名伶商细蕊与爱国热血商人程凤台因戏结缘相知，两人在梨园百态和战火动乱中并肩奋斗前行，坚定了振兴京剧国粹的信念和定清扶危以身救国的崇高理想，最终携手与残酷命运砥砺抗争的传奇故事。而黄晓明也凭借剧中程凤台一角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观众们直呼他成功去游了5星上海滩。黄晓明电视剧大全中必有新上海滩这部名作，该剧改编自香港 TVB 剧集上海滩。该剧以民国年间内忧外患、商会纷争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和许文强与3个女人的爱情故事。在这个版本的上海滩中，许文强从黑道枭雄变成了一位爱国青年，一位抗日英雄。黄晓明也凭借这一角色获得了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奖的提名。6、金钟岳飞。金钟岳飞也是黄晓明演过的好看电视剧之一，该剧明星云集，包括黄晓明、林心如、罗嘉良、丁子俊、郑佩佩、刘承俊、邵兵、刘诗诗、张馨予、于荣光、张嘉倪等。剧中聚焦一代英雄岳飞，用切合史料记载的方式来讲述岳飞的生平及他带领岳家军征战的传奇故事。播出后获得了金鹰奖颁奖典礼优秀电视剧奖。黄晓明也凭借岳飞一角获得了金鹰奖最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7龙票。黄晓明哪部电视剧好看？买购小编非常推荐这部《龙票》。该剧由黄晓明、秦岚、修庆、蒋欣、孙宁等主演，讲述了山西钱庄的二少爷齐子俊从一个纨绔子弟成为经商霸主的传奇经历。该剧不仅塑造了钱商、官商、皇商3种类型的商人形象，而且展示了清代官场相互倾轧的黑暗现实，可以说是一部封建社会诠释经济的教科书。8、大汉天子2。大汉天子2由黄晓明、宁静、王刚、董永等人领衔主演，故事延续了上一部的结尾。少年得意的汉武帝登基后，开始将眼光投向困扰汉朝疆界已久的匈奴，不听重臣的劝阻，毅然决定对匈奴发兵。片中围绕已入壮年的汉武帝刘彻，幽默诙谐的智者主父偃，娴雅聪颖的皇后卫子夫等人，展开了一张充满血泪、斗争、情爱纠葛的历史画卷。黄晓明凭借片中的角色获得了中国电视艺术双10佳演员奖项9。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是根据清代著名小说《聊斋志异》改编而成的古装神怪单元电视剧，由6个具代表性的故事单元构成，每个故事都是当时最当红的明星出演。黄晓明出演的是陆判，在剧中饰演白杨，他勤奋向学，善恶分明，充满正义感，不畏强权，敢于拨乱反正，顶天立地。得知陆判徇私枉法，不惜上天下地去向阎王和玉帝告状，
取回公道并救回与之有婚约的张小曼。10紧急公关，黄晓明哪部剧好看？近年来的紧急公关也是个不错的作品。该剧讲述了危机公关专家林钟硕在处理危机事件的过程中，面对是是非非人性博弈时，化解危机并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黄晓明在剧中扮演男主林钟硕，他表面上理智冷酷不近人情，但在他深不可测的外表下，实则个非常有原则、充满了正义感的人。凭借这个角色，黄晓明获得了首尔国际电视节最佳男演员提名。